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要做城市去食，毋做草地好野。伫咱台湾早期为农业社会行向工业社会的时期，真侪庄脚所在的少年人，厝里有田有地予伊煞无愿意留伫故乡做事，甘愿去繁华都市做一寡毋成工课，趁也无几箍银。总是遮个人认为，去城内趁食，嘛比伫田里晒日压雨搁较好。所以嘛有另外一个讲法是：要嫁城市去食，毋嫁草地好野。是讲即款状况现出时较罕得看到啊。现代的农业经营，甲以早比起来，加较进步。少年人嘛真欢喜留踮庄脚发展农业时光咯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